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過去呢個週末我哋去咗利物浦睇 parade 啦。咁今次已經係我哋第3次去利物浦，但就冇買到入場嘅波飛，因為實在太貴，要成1萬至2萬蚊一張飛一個人，仲要坐嘅位置係唔知係咩位啦，因為官方已經買唔到，咁所以我哋都好慶幸冇買，因為如果唔係，我哋就第3次睇一場打和嘅波，咁所以我哋今次就純粹係4日3夜，有2日都係去利物浦感受下個氣氛。咁對比起之前搭火車，我哋今次選擇試下搭巴士啦，搭呢個 National Express，佢都係比起火車坐多1個鐘左右，大約要坐4個零鐘就由倫敦去到曼城。咁喺曼城嗰度 book 酒店平好多啦，因為利物浦當時個 B&B 都去到400幾鎊。幾百磅1晚，咁我哋覺得太誇張，咁我哋就選擇咗喺曼城嗰度住酒店啦。之後嗰2日就可以由曼城搭半個零鐘嘅火車去到利物浦。咁我哋一朝早去到 Victoria 站啦，National Express 個站原來距離 Victoria 都有成10分鐘嘅步程。咁去到你又要揾下架巴士泊咗喺邊啊，咁所以都嘥咗啲時間。我哋到最後5分鐘先上到車啦，人哋連我哋張飛都冇 check。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呢個 plan 嘅話，就要早啲去到個站去揾下路啦。如果唔係，都有啲問水。咁我哋沿路瞓下覺，食下嘢，中途又轉下司機，都好快就去到曼城。車上面個洗手間非常之細啦，雖然唔係話好污糟，但係都加上架車行緊，其實都幾難用，所以我哋都係盡量唔飲水啦，唔去洗手間。咁直接去到曼城。個感覺比起倫敦好似更加新淨啦，更加多高樓大廈，同我想象中好唔同。即係我以為曼城係落後過倫敦啦，咁但係最後俾我嘅感覺，曼城係比起倫敦更加新，同埋更加多高樓大廈。加上佢哋冇地鐵，淨係得陸上嘅交通，比起我呢啲路痴嘅人，感覺上好似比較容易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樣。落車之後，我哋第一時間就依圖揾嘢食啦，去咗間日本嘅鋪頭食拉麵。呢一間就好食過 Westfield 商場嗰個17磅拉麵好多。跟住呢度啲餐廳全部樓底都勁高啦，好靚。周圍行下之後，我哋又再食晚餐。今次我哋就去到九龍冰室，非常之懷念，成個裝修都好港式。九龍冰室係當年做遊行嘅時候喺銅鑼灣，成身都係催淚彈味，同同事一齊去嗰度食啦。餐牌嘅選擇勁多，個裝修真係好有香港嘅感覺。我哋叫咗咖喱飯同埋焗豬扒飯啦，仲有熱奶茶。由於太耐冇食過港式嘢啦，我哋係覺得幾好食嘅，但係見到 Google 嘅 review 就麻麻地。但主要係好耐冇感受港式嘅氣氛啦，加上全部店員都係講廣東話，但係同時有好多鬼佬喺度食喎，個感覺真係好特別，亦都係有啲解鄉愁嘅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，準備第2日出發去利物浦。第2日朝起身，我哋食完個 M 記早餐就準備出發啦。見到啲人喺月台就開始寬衣解帶啦，終於可以展示利物浦波衫，因為曼城係對家嚟㗎嘛，咁所以都有啲危險。咁雖然我哋喺火車有 reserve 到位啦，但最後個位都係俾人坐咗，因為實在太多人。咁但係因為呢一種留位係冇價錢嘅，咁就由得佢啦，唯有。尾場當日，利物浦嘅天氣非常之好啦，我哋去咗唔同嘅打卡位，同啲球員嘅壁畫影相。好唔捨得阿盧要走啦，雖然好多人都鬧佢去敵對嘅皇馬，同埋佢成個態度都好似係咯，唔似對自己個球會超有感情。咁但係佢喺我心目中都係唔係即係一塵不起咁樣。咁但係未來利物浦對皇馬嘅時候，嗰種感覺應該都幾矛盾。高普呢幅新嘅壁畫真係好靚啦！我哋去到球場又去精品店買啲 souvenir，之後再同 update 嘅 Champion Wall 影相，再去附近吸下啲煙。
之後我哋係決定出返市區嘅酒吧睇波，因為喺球場附近嘅酒吧已經係塞滿晒人。咁喺市中心嘅酒吧氣氛都非常之好啦。我諗成個利物浦市嘅人，除咗愛華頓球迷之外，大家應該都係處於好開心嘅狀態。夜晚我哋又返返去曼城繼續食拉麵，之後就休息等第二日參加戲肉巡遊。第二日我哋擔心個交通會好逼啦，咁所以我哋都提早咗好多，就搭8點幾嘅火車。去到利物浦站第一時間就買報紙啦，現場真係人山人海。咁但係買報紙嘅時候點都估唔到，第二日嘅頭版竟然唔係 parade， 真係好 sad。我哋本身其實都諗住去終點嗰度等嘅，因為感覺可以睇到最多嘅畫面啦，跟住球員可能停留嘅時間都會最長。咁但係真係擔心實在太多人，同埋係咁喺度食嗰啲煙啦。咁我哋就決定響應香港利物浦球迷們嘅召集，去咗一個中間比較少人嘅位置嗰度等。我哋大約12點幾去到啦，中間又喺後邊Aldi 買咗啲野餐墊，買咗啲食物，開始喺路邊進行呢個野餐等待。附近有一間酒吧有開放洗手間俾大家用啦，雖然係有超高嘅使用率，得2格，但係個洗手間依然都係好乾淨。其實英國嘅洗手間普遍我覺得都比起香港乾淨，咁我覺得係反映到呢度居民嘅質素，即係都喺呢啲位都幾為其他人着想。咁喺漫長嘅等待期間，就開始不停咁落雨啦，仲要勁大風。見到身邊有啲人係坐輪椅嚟啦，係有好多行動不便嘅人，都由12點幾開始一路等，要等到4、5點，成件事真係非常之熱血。等咗差唔多4、5個鐘，我最期待嘅畫面終於都出現，可以近距離見到大治啦、Elliot 啦、加布啦，最後仲有阿盧捧杯。突然之間呢4個鐘嘅等待變得好值得，同埋係可能呢一世人都會記住嘅畫面，同埋唔知道有生之年仲可以睇到幾多次呢種巡遊。咁可惜現場真係實在太多人啦，咁都好難再跑去下一個站追嗰架巴士。本身懷住滿足嘅心情，飢寒交迫，諗住提早去利物浦站，可以搭返火車返曼城食嘢啦。點知6點去到利物浦站嘅時候已經人山人海，現場係冇任何職員指示幾時會開啦，跟住有一啲人想打尖喺度嗌交啦。咁到最後等咗2個鐘，我哋終於發現個正門應該係唔會開嘅，我哋就行到去側門，慢慢終於入到去。最後我哋大約9點鐘終於返到去曼城。當日真係非常之凍啦，我哋就即刻揾咗間越南河食，飲啲熱湯暖下胃。雖然成個巡遊期間天氣非常之唔好，好影響心情，
但最傷心嘅都係發生咗意外啦。當時其實好擔心會唔會有人身亡，好彩到而家最後所有傷者暫時情況都係穩定。如果唔係，又會成為一單慶祝活動蒙上陰影嘅事件。第二朝我哋去 Wetherspoons 食個早餐，之後再搭 National Express 返倫敦。喺車上面，我哋俾錢留嘅位，今次又俾人錯咗。好彩司機又幫手出聲啦，最後都順利坐返原本個位，跟住搭4-5個鐘返倫敦。今次利物浦之旅，我覺得比起上次更加印象深刻，因為成個城市嘅人嗰種氣氛，大家嗰種開心係好難忘咯。希望我哋下次再去可以有好啲嘅天氣啦，同埋睇到一場真係贏波嘅賽事。亦都希望受傷嘅人可以盡快康復啦。希望下次唔會再有呢啲咁慘嘅事件發生。咁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唔知道有冇我喺我喺火車站有撞到利物浦嘅球迷同我揮手啦，咁佢應該有睇我嘅片，咁好開心可以同咁多香港人一齊喺利物浦嗰邊睇個 parade，其實成件事真係好熱血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